好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清朝时代台湾的三大港市，一府二鹿三艋舺。排伫第一个台南古城，有真好食的牛肉汤，有真出名的安平雪羊，还佫袂少传统的老街，吸引到真侪观光客。为着要方便外国人到台南来佚佗，台南观光局有一条新路线，就是为高雄的小港机场直通到台南机场的快捷公车。这沿路会到台南的各大饭店甲转运站，一撮车钱只要150块。新鲜的牛肉、南牛骨汤、正话牛肉汤送入嘴，真满酱。了小小的咸糜，有沙白鱼，全面搭配，一食就调啉。台南的小吃真出名，也不过古都，唔是干那美食尔。北门的雪羊，和海面上闪闪细细，美丽的画面，互人赞叹。安平树屋、树尾营造出神秘佮宁静的气氛。为了方便外国人游台南观光局有一条新路线。是设定就是以那个最早的航班跟最晚的航班配合高雄国际机场那边的一个班次，觉得有直接到饭店很方便。现在的方式很重要的，很方便。高雄小港机场拍算要开通到台南机场甲各大饭店的快捷公车，一撮150块。台南饼观光唔但好景点有特色，搁较利便的交通方式，期待讲会使搁创造另外一波观光的高峰。